本節目為家長指引類別，部分內容涉及不雅用語，敬請留意。著名作家魯迅先生喺佢嘅著作《在鐘樓上夜記之誼》有講過，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語言除1、2、3、4等數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為特別而記住的冚唪唥，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語言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罵人話挑喇嘛而已。由此可見，廣東人喺舊時就已經將粗口俗語作為生活語言嘅一部分。咁喺花多眼亂嘅粵語粗口文化中，有一句說話係大江南北都為人熟知嘅，就係我頂你個肺。頂你個肺！我頂你個肺啊！我頂你個肺啦！我頂你個肺啊！我頂你個肺啊！咁點解係頂你個肺而唔係頂你個心肝呢？喺民間普遍有3種說法嚟解釋呢一個問題，其中一種就係頂你個肺原本係頂你個膽。話說舊時候有個女人為咗隱瞞自己已經有過性經驗，喺新婚行房之後用墨水整污糟張床單，扮成因為處女膜穿咗而流血嘅情況。點知用錯咗藍墨水，佢情急生智就咁講：老公，你條領好長，連我個膽都頂埋埋，膽汁都流晒出嚟啦。後面傳咗出去之後，有啲人就將膽換成肺，而產生咗頂你個肺呢種說法。第二種說法呢，就係頂你個肺其實係由頂心頂肺而嚟，之後俾人減字攞咗個意思，意思就係話俾人激親嘅激氣回應。以上兩種說法呢，都係民間嘅講法，未必經得起推敲。而第三種說法呢，就係大部分人都認同嘅說法，就係頂你個肺源自於屌你塊閪。香港已故作家黃霑叔呢，就喺佢嘅廣東粗口最勁一文中考證過，我頂你個肺，即係我頂你個塊閪。咁屌同閪，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就係粗口5大家嘅其中2個。咁喺廣東話嘅粗口裏邊呢，我哋基本上有5大嘅詞彙，就係屌、閪、鳩、撚、柒嘅。喺廣東話入邊，頂可以作為屌嘅轉音，而塊閪同肺就好似乜嘢會講成咩，台灣人會將這樣子講成這樣子，咁2個音溝埋而成。咁最後呢一句粗口呢，就演變成為我哋日常俗語嘅我頂你個肺啦。咁問題嚟啦，頂你個肺喺而家仲算唔算粗口呢？我係 Hero， 一個關於粵語乜都講嘅 UP主，你嘅1鍵3連對我係有好大嘅幫助。如果有咩有趣嘅話題嘅話，可以喺評論區度留言，我哋下期再見。